同大家分享3個道士面對不如意時會用嘅心態，係咁嘅。咁試真啲播咗之後咧，好大回響啦，有人支持我，亦都有啲對我嘅負面評價。咁我啲 friend 就問我啦，你有冇唔開心啊？咁我梗係有啦，我人嚟噶嘛。不過我覺得最重要咧係點樣去消化同埋處理你嘅唔開心同不如意，咁就啟發咗我拍呢條片咧，希望同大家分享一啲道教嘅心態，咁希望幫你度過你嘅不如意。第一，接受佢。我哋道教會講道法自然，順應佢原本嘅規律。人呢本身就係會有上上落落，有開心唔開心，亦都有做得好同唔好嘅時候，亦都會有人中意你，唔中意你。當你理解到你唔開心係正常嘅情況，你嘅唔開心就冇咁唔開心噶。第二，我哋當每一次嘅不如意呢係鍛煉嘅機會。我哋道教講反者道之動，壞事呢隨時會變好事嘅，逆境呢就係我哋修行嘅好機會。例如，當你俾老細鬧，你咪當係訓練你 EQ 嘅時候咯。當我俾人鬧，我咪當係可以揾到我進步嘅地方嘅時候咯。記住，改變唔到環境，改變心境。第三，我哋要放低對結果嘅執着。道教講無為，無為咧唔係叫你咩都唔做，係叫你盡全力做，但係放低對結果嘅執着。當你放低咗咧，你唔會因為結果而唔開心，同時你會更加放鬆，可能結果更加好。最後啦，有不如意咧係好正常，有我支持你，一齊加油 ，Yes！